尊敬嘅柯南司長，尊敬嘅李勇先副部長，尊敬嘅廖澤雲校監、崔世昌主席、李行偉校長，各位嘉賓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、女士們、先生們，我非常榮幸獲得澳門科技大學頒授嘅首屆榮譽院士。喺呢度，我謹代表同埋其他幾位獲得榮譽院士銜嘅傑出同仁，向澳門科技大學致以最誠摯嘅謝意。作為一所成長型嘅年輕大學，澳科大嘅飛躍發展可以被稱為係高等教育界嘅一個奇蹟。喺愛國愛澳嘅精神引領下，依循義成格物嘅校訓，大學喺人才培養、學術研究、社會服務、國際對話等嘅領域，都取得咗豐碩嘅成果。特別係近年嚟，大學科學團隊參加國家嘅研發衛星成功發射，喺科技領域取得咗一啲重大嘅突破，開設咗醫學課程，完善咗澳門嘅醫療系統，回歸居民健康同埋社區嘅發展。呢啲成就係令人矚目，成為澳門高等教育界嘅楷模。我多年參加澳門嘅教育工作同埋社會服務嘅實踐，積累嘅經歷同埋榮光，係前輩嘅領導友好嘅關懷幫助下所取得嘅，使我深刻咁理解到教育對於社會進步嘅關鍵作用。個人嘅成長係同澳門嘅命運係息息相關，澳門嘅繁榮同國家嘅發展係緊密相連。今日嘅一切係來之不易，希望諸位嘅老師同埋同學珍惜機遇，再接再厲，喺各自嘅領域上取得更多嘅成果，並同社會各界共同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喺澳門嘅成功實踐，行穩致遠。歷史賦予我哋嘅特殊嘅國際空間，希望成長喺呢片熱土上嘅青年學生們奮發圖強，將自身嘅前途融入國家大愛，將個人嘅發展同中華民族嘅振興聯繫喺一起，為實現粵港澳灣區嘅深度融合與祖國嘅繁榮富強貢獻力量。我同澳科大有着深厚嘅緣分，有幸見證咗大學嘅初創同埋發展，同時亦都對澳科大嘅美好嘅未來係充滿信心。喺呢個特殊嘅日子裏面，請允許我再次代表榮譽院士們向澳門科技大學致以最誠摯嘅祝福，祝澳科大家為學子，作育英才，教育報國，再創輝煌。多謝大家。